那伫屏东是传出有民众连续3天拢看到海霸出现伫海沙坡，民众赶紧用手机甲翕落来。屏东的海生馆是强调讲，因确实有饲一只海霸，也毋过这只海霸目前也伫海生馆内底，所以学者即嘛是推测讲，应该是有人偷饲，落尾无爱饲啊，才偷掠来放。海霸为画面亮灯大海，最后消失伫海洋内底。啊，毋过详细一看，则是伫屏东旭海海堡。当地民众表示，8月初4到初6连3天，拢有人看到海霸出现。本来就是把酒飞起，一直到用手机录画面，才确认是海霸。刚好带手机，就是遇到那个动物，就是确定那是一只海豹。在2、3年前，我们的同事在阿朗伊古道的时候，也是有去看到海豹在那边游泳，也有上岸。讲出来大家都不相信，又怕被别人笑。台湾发现海霸也毋是第一摆，历史资料记录，1932年台湾都发现野生海霸记录。2013年，台东南势东清湾海堡发现一只斑海霸尸体。2011年10月，新北市片头渔港有4只海霸被起码头边木架休困。今年8月，海霸出现伫屏东海堡。海洋生物学家表示，海霸生活伫温带、寒带海域，台湾附近环境无海霸生存条件，可能有人偷饲了后放散。偷养之后，可能电费太贵，可能至少可能要被抓啦，各方面理由，然后就趁大家都不注意，再偷偷放掉。希望这只海豹有机会能够顺着黑潮跑到日本以北，要不然我是觉得它很快变成鲨鱼的美食。学者认为，海霸位白所在收甲台湾的几率并不悬，因为台湾附近温度对海霸来讲相过悬。海生馆表示，这只海霸不是为馆内逃出来，目前饲一只要为海霸安全健康伫馆内生活。啊，不过会伫台湾附近看到海霸是真罕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